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做 marketing 嘅。大家都知 marketing 成日都開 OT。咁長時間就對住個 mon， 咁烏低嘅時候條頸就好攰，跟住就其實而家啲人都叫烏龜頸啊。咁久而久之，其實除咗條頸之後咧，隻手直情係會麻。咁而家係扯到後尾枕都痛噶。咁一路都冇時間去睇醫生。咁直至有一次通完頂之後，直情係痛到做唔到嘢，就終於要去睇啦。經脊醫觸診同埋 X 光診斷後，發現我個頸椎嘅生理弧度已經直晒，而且第5、6、7節都有錯位，仲有椎間盤突出嘅情況啊！咁脊醫建議我1個禮拜就過嚟做2次嘅脊椎手法矯正，再加埋其他物理治療儀器，好似頸椎減壓床、衝擊波、電磁波之類。咁做完一次舒文之後呢，直情係成個人 feel 到係直咗，同埋冇咁龐背，同埋個烏龜頸真係好似冇咗啦。咁大家如果有我咁嘅情況呢，咁就快啲嚟呢度睇啦。